大家好，我係卑卑律。咁呢個係就係兩隊，一隊係限制模式啦，一隊係即係當時呢個世界盃嘅可以容許嘅配置砌出嚟。咁全部都係用我認為最強嘅全系列最強嘅底盤 RF。好，咁打起對戰先啦。首先係同隊內嘅對戰啦。碧玉咧有個先天優勢，就係持久力。公平啲，俾佢射先。如果講尾速咧，應該係雷霆魔龍會贏。雷霆魔龍我試過90係唔得嘅，但係85就會贏咯。贏埋添。好，跟住睇下呢一邊嘅對戰，首先係重力鷹先。如果鬥尾速咧，元武唔着數啊，因為佢有偏重心。佢要大力出奇蹟。出唔到啲，好，跟住。
魔犬。哦，太細力啦，應先多次啊！咁應先唔可以細力出嘅。好，魔犬贏，勝在夠重。我想睇下鬥尾速。啲魔犬都贏，唔係魔犬輸。咁啊，轉個模式咧。哦，唔得嘅，所以都係靠攻擊算啦。如果打元武咧，轉做呢個 Boost Mode 會好啲喎。Boost Mode 好。
再睇下兩邊嘅對戰啊！一到尾速咧，就係英先贏。元武贏，雷霆魔龍。
冇打咗呢個螺旋先，佢一隻魔血轉模式。
睇一個尾速。好，咁啊，一個銅牆加影。呢個個反傷大咗啲。
謝收睇。